直到今仔日，旧市仔也是充满新鲜的活力，一摆搁一摆甲我城里去散步、开讲，做一寡记录，甚至展开研究。我的五感就安尼拍开啊，点头风治好啊，腹肚风饲饱啊，常常嘛澎湃起来。市仔是市民生活的小宇宙，我伫市仔一工搭搭。我是自细汉就伫台北大汉的囡仔，想起家己对高雄的味觉记忆足趣味的，竟然是互乌鱼子拍开的。足侪摆来这个城市旅行拜访朋友，因拢是免烧酒，就捧一盘简单，不过香讲讲的乌鱼子配酸啊，这敢若是款待人客的好礼数。出日的下晡，伫盐埕区网西，想袂到我伫路里。雄雄就闻到这个哪远搁哪近的气味，是熟悉又搁少年的感觉。老板娘，嘿，你好。Hello。嘿，你好。就在路边这样晒了。今天天气好。对，天气好，有阳光的季节，我们都会拿出来晒。真的啊？对。有一点就。哦，对，有的。苏大姊原底是伫银行做代志。结婚了后，就一路对翁婿伫市仔做生意。伊接手这间有70年历史的乌鱼子老店，嘛要20年啊。我一直很好奇，有的比较深，有的比较浅。因为跟什么有关系吗？因为我们野生的乌鱼子的话，就好像跟我们人的皮肤一样，有比较黑、比较白，那所以它是自然的、天然的。对，像我们这种颜色深浅嘛，它的味道也有差别。颜色比较浅的话，它的味道会比较淡；那深颜色的会有比较那类似蟹黄、蟹膏的味道。这样。了解。晒大概要晒多久？像从一开始做到完成品的话，差不多要10天左右。晒好多，这样好壮观。而且我远远就走过来就闻到味道了，我是先闻到，先闻到才看到，然后看到以后吓一跳，想说这个好壮观哦。其实七贤三路才短短100公尺，就有4间乌鱼子专卖店。伫过去，因为路的前方就是高雄港，在地生意人若要巴结外国客户，乌鱼子拄好就是上高级、上青的破手。对。那哪一国客人比较多啊？我跟你讲，最喜欢的就是日本观光客，日本客人他们最喜欢。对，因为其实乌鱼这个东西是从他们那边鱼小的时候，从他们那边开始过来的。对，所以他们懂得乌鱼这个东西，只是他们没有鱼卵，看到哦，原来乌鱼子就是这样子，他们吃了非常喜欢，对，他们就会买回去了。可以过去看看吗？可以啊，我看一下。这个就是新鲜的乌鱼。对，这个是最原始从那个乌鱼的肚子。打开来就是这样子。不好意思，我逮不熟，这样的，刚好有机会看一下。所以这个就是生的乌鱼子。对对对，这等于是它的鱼卵。第一个，我们就是先把它的血管清除干净，然后师傅再来绑线头，然后再来腌制盐巴清洗过程。为什么需要线头？因为我们的鱼卵，你看看，我们通常这样子打开来之后，然后再压制，一定要每天都要压制的话，这个鱼卵你没有去绑线头的话，你看它是不是会跑出来？会爆开。对对对，然后我们是比较仔细一点，会绑一个线头。Hello， 我是李明聪，一个行出校医，介意伫市仔观察人生百态的社会学者。
高雄伫台湾南部几年烧了打扫，因为发达的海港甲重工业，互叫做港都。今仔日来的盐埕区面积敢若台北松山机场的2/3，不过为日本时代就发展出繁荣的商港。越战期间，美军搁以高雄做补给港口，当时盐埕堡有足侪酒吧、过水货店，搁有卖高级日用品的商店。绑完以后，我们就是做腌制盐巴的过程然后就是每个大小，它腌制的时间都会不一样。大概像这种 size 的话，通常都10分钟左右。所以它会变那个硬起来，因为现在摸起来软软。对，硬起来就是因为曝晒。对，要曝晒，然后每天都必须压制，用我们的砖块去压制它。因为你每天去压制的话，它里面的鱼卵会紧致，我们吃起来口感才会黏牙。所以是这个原因。对。原来乌鱼子要好食，每一个定数拢爱足注意，袂使凊彩。毕竟一顿炒高笑，乌鱼子的气味甲口感，若要芳讲又搁优雅，其实无简单。这款的技术是伫日本时代为长期传来台湾的。事实上，盐埕本来也就是100多年前，日本人伫高雄开港了后，进一步开发的海埔新生地。当时是足繁华的新街市，连政府机关嘛为蛤蟆生刷来食。我刷落转入去5号4路，1960年代才捌是全高雄厝价上悬的地段。SKB 这个怀旧的品牌已经有够成人啊！想袂到伊的店头猪汤竟然展示一台搁较隐目的机器。敢若只是伏笔一直画圆箍啊！看敢会断水的试验。明明只是机械自动运转尔，是安怎？我所感觉真消头压力。您好，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老板你好，我看这个机器好特别哦。是，它是我们的笔芯试写机，就是原子笔。对，原子笔的，是1970年代的古董。其实 SKB 不是做原子笔起家，是做钢笔起家的。1950年的时候，这边是一间文具店。所以我们现在所占的空间，如果往外看，就像是我们2个在顾文具店的时候，这个地方叫文明书局。在1955年的时候，我们就老板自创品牌了他是从品牌开始，然后就开始自己组装。第一支钢笔是在1959年制作生产的。哇哦，对，算是台湾最古老的制作钢笔的厂商之一吗？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更早之前，应该就是你知道，可能是日本人或者是西方进口的。这是我们第一支自己打上 SKB logo 的钢笔，叫830。哇，可以打开看，这都是古董哦，这个是真的先前留下来的古董。看我拿的都手有点发抖，快要跟我父亲一样的年纪了，觉得。这2支钢笔不太一样，这是第2支我们在市场上很热销的，叫22型。很多的校长奖跟市长奖都是送一支这样的钢笔，在以前那个年代。这一边是日系的左边是在2012年在重启钢笔的开发，是属于欧系的笔款。那在这中间呢，有整整30年的时间是没有看到钢笔的那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出现，就是原子笔。原子笔，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钢笔就没落了，然后 SKB 的形象也那个品牌也越来越以原子笔。对，就让台湾人就越来越少用钢笔，对，开始使用原子笔。台湾头一支家己做的钢笔，而且号名叫做文明，是自高雄这座重工业起家的城市来的。以早常常有人惊叹高雄是文化沙漠，我想干那靠这个物件的发展历史，就会使反驳这个讲法。大家想要有一支优雅的钢笔，其实具体来讲是代表一种希望，一种透过教育甲书写。推测阶级流动甲社会现代化的可能性。那我们现在又开始来用1970年代的方式做一支原子笔最大的这个是墨水，把这个放上来，右边这只手往自己的方向拉，轻轻拉墨水就会往上，就会汲取出来。对，那您只要一直到这个接近这条线，就在安装笔头的时候，这个是笔头吗？对，您只要再这样子先45度角，轻轻的，然后最后往上。然后手指压下面就插下去，好，它就会安装好了。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离心的动作。它可以把墨水往前推，
把气泡往外排出。写字写到一半的时候，才不会因为里面有气泡，然后会写到断水。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就是要放上试写机来试写。我刚刚在那边做几个动作已经够疗愈了，我看这个简直就，我觉得我可以看一整天了，这真的太可爱了。我做的这一支还蛮顺的，很不错，而且方向性也没有问题。方向性是什么？也没有出现断墨的状况。好吧，我人生第一支手制原子笔，目前很成功。天哪，好舍不得拿起来哦，太疗愈了。把它选择您需要的它的 body， 这样就会有一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己做的、加上自己选的原子笔的样子。还有盖子，白灰黑。无论是钢笔也是圆珠笔，来到21世纪，敢若拢要互镜头啊、甲日盘取代啊。大家人开始出现一种症状，敢若常常会袂记字，字要安怎写。这真正是我今仔日来这看到这个笔，安尼互人用心对待，心内感受足深的现实对比。看不太见，对不对？对，其实这个笔跟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笔头的样式都不太一样。我们讲说这是子弹型的。对。每一个繁华的城市街路，大部分拢嘛会生出相对较暗淡的所在。不过，若你感觉这就是水歹的对比，安尼就有感化。我为五福西路滑入来大沟顶，这个甲水沟啊嵌挂大厝顶的古早市场，外观看起来稀微，不过行入去就会发现，基本型的规划足整齐。你袂有随着想要逃走不安的感觉，颠倒开始好现。对比外口的繁华大路，大沟顶亲像时空的乌毛港，保留老派商店街。竟然有 Okinawa 的三线声，我掠准家己咧幻听，甲这个场景听做是同款巨型的喇叭木质市场，也是营灯市场。四周围的铁门拢拖落来啊，敢若剩一间日本式的小酒场，有黄花花的灯火。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日本人、台湾人。台湾人。加贼。看起来好像日本人哦。请坐，请坐。我以为你日本人，所以而且你的店头招牌是写日文。哦，谢谢。啊，其实你在高雄啦。在地。哎呦，我刚看到店名叫亲自郎，所以我以为你是亲自郎。我当然不是亲自。哎呦，你真的是配不上。但粉丝第一次看到他的纪录片电影，就决定以后有自己的店。
一定要叫做亲自来。当代的日本乐团其实都是受他的启蒙。我叫阿洛，李明聪，你好，你好，你好！天哪！介意日本摇滚乐甲冲绳文化的阿洛讲，永定市场招呼年代的感觉，高高的人情味甲商店街，就甲大桥顶一模一样。趣味搁抢拄抢的是，日本时代高雄的永定，拄好就伫盐埕顶的隔壁。所以你这边主要就是，配酒小菜，一些下酒菜。我这里就不是居酒屋啦，萨卡巴酒厂而已啊。是酒厂就喝酒，就是有卖酒精饮料的小吃店。重点是还是人跟人之间的交际，促进交际的小场所而已啦。那我来点个冲绳，就是高压枪不鲁。正常道地的应该是用午餐肉罐头。午餐肉罐头那个太新了，那个其实吃可能大家就是因为那个美军的那个脉络，所以会有点无法接受，就配合一下，就猪肉弄个猪后腿肉。你说你这个店也没开多久啊？在这之前你在做什么？我可以方便问吗？台北也去，然后你也在台北待过，也去。什么一个渊源或者是一个转折，让你决定回到高雄？就是交往3、4年的女朋友就突然分手了吧？那时候才会觉得爱登醒，爱登醒。你跟安怎有在一起还是下面你有对方没安全感的。上一个工作是做船舶五金，就跟我住的环境非常接近了，所以已经在这里了。上一个工作已经在高雄，已经回来了。那个就做了3年，然后非常脚踏实地的去工作，是真的去工作，然后帮助家里的经济啊，这样子。我一直感觉淡薄仔微妙，这间细细间的酒场，敢若是Okinawa搁足大高顶的。这令甲阿洛捌离开高雄真侪年，一直远行飘浪，即马搁转来这，重新开始的人生经验有关系。谢谢，这个是高压枪。哇，好期待！这个道地倒豆腐。台湾没有冲绳的倒豆腐，所以我只好用板豆腐，这样才会像。完了，这一定要配酒的。有时候白天走在这里，感觉好像就是有点讲好听，有点慵懒，但是事实上人气好像不是那么旺。对。然后反正晚上应该就更没有人。从2月开始，我就打算每个月的18号都会办一个活动，叫做市场日。为什么？因为18是一季哈吉，日文是一季哈吉，然后日文的市场是一季吧，那个谐音。对。所以我就打算每个月只要逢18号，我都要办个活动，来回馈这边客人也好，然后说看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还有跟每个阿洛离乡背景，上尾搁转来大高顶开冲绳酒场。这个是10年。伊甲日本市场里的概念规个刷过来。邀请三山老师来表演，想要甲外国文化结合家己生长的在地气味，变做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伊悄悄啊，甲意爱的 Okinawa 甲迷乱的高雄，为即马开始安安连做伙。我的名字叫 Ken Yu 那在冲绳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冲绳的音乐呢，是大家要开心，然后不要有任何的拘束很福利的。正式来咯！私は歌三心力ラチモランアトゥルカナイヤササイヤササアヒリヒリヒリ歌にしんたってきうないの村まびん近するチムエシアビクシカカチヤマニカフチョラヤ私は歌フェシティキラチモランガトルカナイヤササ
行出第一市场，我炸一寡醉意，行另个红闪烁的新乐街，才过去叫做金仔街。迷离之间，我敢若有具体感受到大沟顶过去的景景。根本渡来的金仔，就敢若下晡日头骹闪闪烁的乌鱼子，是一种海派的心意，是盐埕埔的繁华见证。啉淡薄仔酒，一暝好困。过两天早起，我甲阿老约好，甲伊做伙去酒场后壁的第一市场采买。我想要看大沟顶的日式甲暗暝有啥物无同，才感觉有了仔恬静，无啥物话袂声，较侪是用新鲜的破豆开讲。阿姨老早，哎呦，阿良哦，啊，来。我炒锅锅的迄个猪肉，好，我知。才700块。知道。他的东西都来这边买。对。哦，伊这菜我甲切好食呢。啊，你搁甲切好好。会甲切好好。不是规地等于甲你才切。无啦。服务也好。我当然爱甲服务好。而且你的刀工够紧的。安尼嘛。你切几年啊？安尼？上少嘛有10年起哩。阮一只做70档啊呢。是哦。阮摆手甲今嘛呢。这个市场哦，70年啊啦。啊，你若无延续的吼，来吼，有的就收起歹做啊。OK， 好了。阿姨多谢。好快。老师，您就跟阿姨聊一下。还有，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吗？哦，好，可以啦。可以哈。刚好我也要再去别摊继续买，还有买个菜，还要再备料。好，那我再抽空再过去。再见了，谢谢你。好，拜拜。你为什么店头前面还会摆椅子啊？这是可以做的哦。可以啊，那个就是有的年纪大的哈要做的，年纪有的买菜哈，买来走到这边哦，脚都酸了啦，啊，等人家这样哈。哦，是啊。没啦。所以你不只是大家来买一买，你还放一个椅子让大家可以坐下来，开杠。哎，对。对，都爱开杠啊你。对。啊，你要去啥啊？切骨啦你，哦。为店头摆椅啊。互大家坐落来等待开讲，就知影这的步调一定是足慢的。第一公有市场为战后兴建到今已经70年啊，为当时差不多7-80间店，即马敢若剩10外大还搁咧营业。这个市场内底即马就加剩你一个猪肉摊吼。对啦，啊，就大拢收起来唔做啊。资本较侪。我资本规条拢是。哦，是哦。哎。什么时阵慢慢减少的？几10年前呢，差不多咧30年前吼，规抓拢是卖猪肉。阮迄一天吼，也要做海军的，也要做保安队的，也要做迄落商船的，哦，做足济啦。即马鱼港千里坚定的啦，渐歹啊。以前嘛卖鱼、卖菜嘛有，即马无卖菜。就是生鲜都有。哎，什么都有。即摆时代就是讲一定扩充出去啊吼，年轻人拢搬去外口出去。啊，你少年的吼，你落老的吼，伊徛盐埕埔惯势吼，当伊就无爱耍。对啦。安尼啦。对。啊，所以盐城区咯，就拢老的较济啦。洪阿姨伫第一市场已经卖50年的猪肉，伊迄当时伫上趴的大新百货做员工卖杂布写字。甘愿转去接猪肉店，除了做中女高不离种的责任感，当然嘛有足实际的暗算。迄阵大沟顶钱淹骹目，若要互人请，规气转去做生意，搁较好赚。来哦，小姐。每天大概几点收摊？卖到大概几点？我到中午哈，吃的中午饭。啊，我就慢慢收啊。慢慢收。就收啊，爱洗，这天天要洗的嘛。啊，洗到好拢3-4点嘛啦，不一定啦。喂，啊你好，啥物面？我来问我卖哈，啊你搁卡来哦哈。讲叫我就甲问看有面啦。
我来问啦。门框有咪不？好可爱哦！啊，所以老客户是不是？对。老客户，你去帮他问就对了。哦，问旁边的。问老板娘讲要蟹条面。老顾客要买面，就卡去猪肉店，头家娘就去隔壁做面的斗买。我真正感觉这就是传统市场的精华。这种按个人需要的服务，是建立在互相熟悉、长期的信任。我一直相信，这就是传统菜市啊永远袂互人取代的理由。啊，你有这种服务？有这种服务，我很鸡，我是很鸡婆。很鸡婆？不会啦。哦啊，这样等下人可以来，他就可以直接跟你拿。是啊，是啊。这个是什么肉？这个都一样的，对不对？不一样。这条里。大高顶的老店家，足多还阁保留看起来真有历史的手画扛棒，比如讲这个有古水的图，看起来就较像文具店的立体，写讲三龙面包厂。老板娘你好。你好。我看你们这个招牌很久嘞。对呀。这个应该年份很久，因为看电话号码就知道了。对呀，对呀。这个多久招牌？哦，差不多。我嫁到这里就这个电话号码了啦，我还没有嫁来，就是这一次电话号码。所以它招牌真的很久了。你们面包真的很香哎，我现在这人都还闻得到。真的啊？对啊，就是应该是就是很一直以来就是用这样的古法来做面包。对啊，这个这个里面的奶油是我那个先生他都有研发。里面还有奶油？对啊，这个有。啊，就不就是那种西餐厅的那种以前吃那个牛排馆的那个，是不是？对啊，现在我们就研发出来那个奶油就把它灌进去。真的，还特别写我很柔软，不要摸我。有时候客人来都好奇把它捏下去。因为它看起来白泡泡又咪咪。我拢做机关的啦，应该啊。做学校啦，我公公就是。真的吗？伊应该含迄日本人。日本人啊，对啦，日本人了。伊排第三，阮的叔公可以介绍，有迄个食这吐司已经食3代啊啦。对啊，这是。虽然老顾客足多，在地嘛真出名，不过伊完全无要开课装摊，也是大力宣传。连胖的种类甲员工拢足少的。头家娘一直甲我讲，逐工甲简单好食的胖，所有细节最好有够，甲老客户维持好的关系，安尼就有够嘛有满意啊。离开三龙面包，向前行无几步，这摆换做厚厚的鸡卵糕味，引起我的注意。老板，你们是快要出炉了，对不对？这么香。对啊，现在在烤重乳酪蛋糕。这是你？那是我妈妈。你妈妈？不就三郎的老板娘？对，我算三郎面包的第3代。客人都会讲说，你是三郎的儿子哦。我们不是儿子呢，我是三郎的孙子。对。然后以后这样你是几郎？我就在开玩笑啊！你爷爷叫三郎，这样你是几郎？当然这样子就传下来，我爸爸就是4郎，我就是5郎。5郎就是要挤出来的那个5郎。在市场上，你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不同的人，那不同人你就会有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每天你就会很享受这个效果。那你为什么不在那里面？对不起，我就直白问你，为什么不在？因为在面包店在做啊，因为我们地方也小啊，要做的品相也不一样。因为你如果又要做面包，又要做蛋糕，像这种温度，像刚才说的那种温度，它会强碰。你一开始决定要创业的时候，有没有想要不是待在这个地方？因为毕竟这边你应该不会叔叔伯伯阿姨都认识。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市场上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帮忙，这样子都是大家都老邻居啊，那种感觉还不错。因为我们在盐城区真的蛮久，像我爷爷到现在这样子70几年了。对。然后我从小时候在这边出生之后，我都没有离开过这里，除了当兵以外。对啊，我求学也都在高雄市区的。你开业到现在比较
难忘的客人或者是特别的事情？有一个阿桑，他就每天早上有开的时候，他每天过去，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停下来买，他就跟我讲说：“少年呢，我看你足久啊呢，我行过吼，我也爱看，你还未收，应该袂歹食，因为我行过拢有看人咧来买。”所以我买食看嘛，看它到底好食无。他已经暗自观察你。嘿，对，然后他买完后面他就都会来买这样子。我想说，像这样一个事业，你如果这样子做下去，人家来到这个巷子里面，来到这个多年后，他会跟他的下一代讲说，我小时候，就像现在我才开业超10年出头而已嘛。然后距离100年老店还有80几年，然后你会 Q 这个梗，那个客人啊，客人就跟他讲说，你小时候的蜜月蛋糕来这边做的呢，我就你看那小孩子都那么大了，我们都老了。我发现伫菜市啊，愈来愈接拄到一寡接班的少年人，因无想要干那是传承家业。所以，就改良变做一种热情的使命。这可能互因看起来有一寡叛逆，不过因心内其实是真认同的。会想离开高雄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之前有去台北应征啊，本来要上去。真的啊？对啊，结果没上去。结果因为我有在拜神。然后我去拜求签的时候，那支签没有很好，所以我就没上去。六竿蒙了，对啊。对啊。你刚刚说你有在拜，是在附近的吗？庙？对，其实以前的庙都蛮在地，都传统的，就是社群啊，就是你像我们这边盐埕区很多澎湖人，他就有澎湖庙。像我们也有台南来的移居的啊。真的。哎呀，所以盐埕区很多元发展。我如果神明生日啊，或者是干嘛，我有空的时候，我刚好工作有空档，我都会去帮忙，然后去帮忙做一些杂事啊。陈老板读国中的时，阿爸互较正着肝癌。为发病到过往，敢若短短4个月。迄阵，伊甲厝内人定定去庙里甲王爷祈求，保庇阿爸离考得落，安心甲这世人的功课做煞。伊尾仔就真投入将庙的志工事务，献身奉献，一直到今。再退乡拜，三退乡拜，全体行3扣手咧，扣手。我是从小我爷爷就都在这间沙多宫服务啊，拜拜。然后我爸从小时候就会带我来这边参拜我们家的那个沙多宫的王爷跟众神女这样子。像我爷爷他的名字就在前面那个安庙匾上面。我是到长大以后，我有兴趣的时候，我才会去看说这个是什么故事，它的文化特色是什么。若要讲信仰本身，归去讲这个信仰是表现一种世代传承的价值，就是日文的一个汉字叫做“伴”。这个“伴”不是家己拔掉的，是暗暗啊，予伊一种引带，予伊继续受到初衷，也是某一种心意的影响。予伊伫关键的时刻做出袂后悔的选择。看陈老板足专心享受咧做鸡卵糕，就会理解信仰对伊的意义。即马大高顶少数也会当成人气的，就是这个点心蛋啊。老板还有吗？有。那我一个卤肉饭，鱼丸汤也一个好了。好，鱼丸汤也一个。对，你们是不同家的对不对？
你可以叫进来，我们可以叫出去。所以我也可以一起叫过来。对，可以。所以那我去跟他叫个霸王。好，叫霸王。哎，头家，我刚才叫一个霸王，伫那边家，可以吗？可以好。一个虾仁霸王。哦，真正足赞呢！我会使去边仔叫沙目鱼，去头前买肉粽，搁坐转来叫一碗鱼丸汤。这种随意食物件的气氛，足适合像我这种歹选择的人，也是大胃王。以前你们要进来，没有办法在这里供，没办法在这。所以这边以前是每一摊都是吗？哎，对。像这个旁边也都是。这个只有一摊。然后都是做什么？卖什么？卖以前有那个蚵仔煎呐，那个米糕啊，素心汤啊。翻新3代的王记鸡鱼丸，已经伫咧大高顶开83年啊。1970年代全盛时期，这个摊啊边仔阁有10外摊咧卖点心。我甲头家娘开讲，感觉到稀微甲无奈是一直出现的关键字。即马甲较早的环境比起来，差伤多啊。我继续伫亲像要讲的市场转来转去，足恬静的。未输时空颠动伫繁华逝去的迄时阵，听讲这段商场以早有足侪卖布甲服装足时行的店，不过即马敢若为扛棒回想过去。我想这个警察专门做在地妈妈生意的美容院上知影。长乐美容院。我好像逛市场逛这么久，我一直很想在传统市场里面找这种传统的洗个头之类的。原来在播 NHK。老板，有人在吗？我敢在洗头，这粒头敢在洗。哎，看会袂使洗。这个头发是好的吗？较长吼。较长。哎，我的发质都本来就较长啊。唔是。不过长长。无迄个无滋润，无保养。我这旧店啊老壳壳啊，你旧店？那迄个新的偌香偌水咧。你做偌久啊？57年。57年。哎，所以我开始到店。你看起来，你。我70岁啊，那72岁对，我就是歹势讲，我敢袂晓老。70岁有啊。这个旧市场，你变化遐大，你感觉变化有啥物变化？袂啊，无变化。你咧行到地就变到地，行到地变到司机就是安尼啊。已经甲人做头毛做57年的阿姨，伫繁华的年代，捌请几落的师傅甲师仔。逐工为早起开市7、8点，就一路无闲到暗时10点、11点。我本来就是经过这款大起大落，伊即马应该较实际，想袂到阿姨煞讲潮流，本来就是有起有落，一个煞一个，袂使伤要伊啦。你敢有迄种喷的？啊，你咧讲喷啊，迄是表面上啊。迄应该是弄好才喷啊，对不对？你嘛是足够的啊。无啦。无啦。你对一间诶？对一间头毛店诶？我毋是头毛店诶。啊，无啥物店？公共电视啦。哦。电视啦，那有可能是头毛店。哦。我听你咧讲敢若头毛店诶。你想我嘛是美容师了，对吧？哎，对啊。是啦。好，谢谢，再见。离开大高顶。我敢若完成一抓盐埕堡前世今生的巡礼，不过隔一条7线3路的国际商场，才真正让我对时间的感觉袂忘去。因为这个建筑有了落漆，所以开始啊淡薄仔麻烦。敢若有人大，搁敢若无，三袂清楚，真恬静。破败不过袂压榨，是一种趴远的华丽。哇，那个花窗好美。从外面走进来，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时空。而且原来它这么挑高，然后一层一层的，
电影场景吧。老的西饼店，太仓尼龙行。这个我看历史悠久，还叫尼龙行。对啊，老板，接了。这个是西饼店，是你上一代就在做了。我爸爸，你爸爸就在做了。他本来是做女装的，做袄吧，女孩子的大衣啊。对。那个时候主要消费群是目录跟酒家女孩子哦，他们应酬了，他们要做那个要换衣服，永远少一件的这样子。对。到女装的老师傅哦，慢慢在凋零少年的不容易学。没做男装。所以这些布就是一叠，这样就是一套西装。对。你觉得我的话，你会推荐是什么样子？我推荐说不要太厚。对啊，因为花色的。除了过年期间报一个老新书来订西装，头家已经想不起来，嘛唔敢想一年还阁有偌济订单。头家讲有就做，无就当做修炼。坐定伫这个影嘛，阁暗淡的感觉，等待像我这款的有缘人就问。这些咱们那种画工，这个做起来。你说用这个去垫，因为它透明的。我还没看过所以它如果是别的颜色就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我刚才想说，你为什么要拿一个扛棒，拿一个品牌扛棒出来吼啊？原来有这这蹊跷这个太酷了，就变了解，就是直接看起来是什么感觉这样。那看这个历史悠久了呢。好，老板，那你可以带我走一走吗？可以。如果现在有空的话，我们就慢慢走。好啊，像情侣般的这样，慢慢走回过去，这样听你讲往历史的好，以前的历史这样回溯。太好了。国际商场内底的空间，甲伊外口车路的反差实在伤大。为外口，我根本无法度想象内底公众馆嘛无过分的规模。哪会有一个天棚遐尼悬的玻璃边顶的中庭？双边的建筑业咧，敢若结构下尖，连一台车都袂得过。徛伫中央夜头看汤光的回廊，这袂输就是现代商场的原型嘛。49年以前是日本式的迄种半楼你知道？我知道。叫做银座商场。52年已经主要改做国际商场。阮遮是走去日本秋叶原电器街翕相转来遮一寡骑楼头家店头家台看看，认为这样好。伊真正因为有一个挑高而且有像一个中庭咧，一楼面向中间这样，采光也很好。对，这挑高这个地方后面。外面有这个回廊，对不对？对。它的主要用功夫，第一个是那个安全性，对不对？对。还有那消防军都有。最主要就是说它两边是钢筋钢筋互相勾着。勾着的时候是说你那地震的时候，它两边都可以这样互相牵引。了解。民国52年加开幕。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这边当时是在卖什么？华阳百货，家具、电器品、厨具、蚊帐、包鞋。阮这就是霸回了，对吧？这一家也是百货店，都是百货店。一边是卖唱片的，黑胶唱片。是哦。其实就是讲白一点，就是那个现在讲说最潮的东西都在。对。最潮的、最酷的东西都在这里。这边是卖高级的。大沟顶市场那边，他们好像是摊贩的高一级的，但还比较庶民，但是比较老皮搭的高一级的。我们这边就纯粹就是说高级中的高级的，这是高级的养老院。对，倒也不至于，因为其实里面还蛮都是高级的啦，我们这边都是高级的。我也觉得，我完全会当想象半世纪以前的人。会偌尔以这座商场来骄傲，不过我阁问头家，敢有相片留落来？伊吐大气讲，迄阵做生意就袂赴少人会想讲要翕相来做纪念。
这个守护英国美好记忆真坚持的阿伯，伊是一个手艺真好的裁缝职人，嘛是一个充满文化使命感的岛兰人。故事进前，我请伊徛伫旁远的画墙边啊，想要好好替伊翕一张相片。因为这里的历史要传承下去，要让人家知道这里曾经有辉煌的时期。但是现在虽然是日暮途穷，可是我深信将来有一天，这里还是会恢复往日的龙井。我伫盐埕堡大沟顶踮一港大大，一直有一种行踏伫繁华甲稀微边界的感觉。我袂讲这是完全虚伪啊，毕竟阁有足侪少年辈当咧用家己的想象力，实践对家乡土地的强烈认同，保持一种输赢也袂定落来、优雅的抗衡姿态。若讲到传承，才悠远有希望。就亲像伫路口闪烁的乌鱼子，连结Okinawa感情的酒场，也是迄个老牌饭店边仔洋派的鸡卵糕店。只要咱愿意继续来找找过去繁华的影子，继续介意这个抹出来的人情味，继续来市场好好食一港大大。